是的，就讲到这双鞋，大家都会非常的有感情。这双鞋可以包揽你整个夏天，它穿上之后非常的舒适，不累脚，而且特别的跟脚。你穿上之后，像5厘米和7厘米的，完全跟你平常穿普通的鞋脚感是一模一样，还更加舒服。它是具有踩实感，鞋底呢做的非常的软，还防滑。这里大家可以看轮胎防滑底，底是很软的，但是它上面做的这种轮胎防滑的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它你不会。穿着之后它非常的防滑，这里给大家做的很厚，所以你穿上踩上感觉会很舒服，就像踩到我们后面那个沙发上的那个感觉一样的。选什么颜色合适呢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如果大家喜欢简约的感觉的，就拍这个，哪个百搭？这2个都非常的百搭，就是其实它整体都会很百搭，我拿起来一看大家就知道。然后这个是杏色，这个是裸色，它都非常百搭。